一站式專科抽血及遙距診症服務，締造多贏效果。健康護理組透過同醫院管理局及衛生署跨部門嘅深化協作，為在囚人士提供革新便捷嘅一站式遙距診症及抽血服務，並將此協作擴展至更多公立醫院，以及涵蓋內科、骨科等專科門診。現時合共有6間懲教院所設置咗遙距視像診症站，護理人員會緊密去跟進同埋處理在囚人士嘅各種醫療需要，包括安排佢哋去進行視像診症、協調藥物嘅運送，同埋安排佢哋專科覆診前嘅抽血服務。咁喺2024年，其實我哋已經進行咗大約700宗嘅遙距視像診症，同埋都安排咗大約600宗專科覆診前嘅抽血服務嘅。呢項服務大幅提升咗在囚人士就醫專科門診嘅便利程度，同時亦減低咗處方安排醫療押解所花費嘅人力同埋安全風險，達至咗人道關懷、行政效能同埋公共安全。一站式抽血同埋遙距診症嘅服務咧，創新精神係締造咗多贏嘅效果。